喺我手上面呢兩件係咩嚟呢？喺我右手呢件呢，就係坊間嘅碳纖紋皮革地氈，而喺我左手面呢件呢，就係我哋 Promax 自家研發碳纖紋編織 PVC 地氈。我哋研發嘅碳纖紋地氈呢嘅碳纖紋路並唔係好似印水紙咁印上去，而係一個一個咁編織出嚟，同真碳纖嘅編織方法係一樣嘅。一般坊間你揾到嘅皮革碳纖紋呢，佢係印上去，睇落去除咗假之餘，更加毫無質感。而我哋嘅碳纖紋地氈呢，就算經過摺疊，如果唔係長時間嘅擠壓呢，佢都唔會產生任何嘅摺痕。有別於坊間嘅仿製皮革嘅碳纖地氈，一摺就會有一條好嚴重嘅摺痕。另外又到玩水時候，我諗全港唯一一套 3D 地氈係可以用水去射佢嘅，就係得呢套。無論你喺前面射或者後面射，佢都係完全防水。各位如果對我哋 Promax 自家研發嘅乾碳纖款編織 PVC 地氈有興趣，可以直接嚟到我哋火炭嘅 showroom 親身體驗一下。